劳工要有劳动意识，才会当维护家己的权益。全高总认为讲，虽然目前尊严劳动的概念已经豆豆有加入在各小学生的课程内底，不过也无够。全高总要求教育部劳动教育爱立法，透过教育开始做。学者林家豪嘛含全高总做伙出册，出一本简单好捌的劳动册，让劳动者知影安怎争取家己的权益。济济食头路人伫一场，唔知要安怎争取家己的权益，为着要互民众明白劳工的权益问题，正大法学院副教授林家豪老师以自身的专业，结合这13档所写过的专栏文章，用简单好捌的方式编做一本劳工权益有关系的册。我从不刻意的彰显单一答案，我必须告诉你，权利、法律代表的是冲突，冲突代表是利益，利益代表着解读。解读代表的立场，法律永远不会没有立场，这是我希望传达给大家的。全高总认为，目前教学的内容较少有甲劳动权益相关的课程，因嘛创意要求教育部将劳动教育立法，嘛要求劳动部爱共同来实行。我希望刚刚讲的5.1这件事情，还有我们的一个会务安全、工会法的一个会务价的部分，可以在今年把它实现。我也认为我们还有更多的进步空间。未来我也会再跟我们全教总做更多的搭配，希望可以在劳动的政策、劳动教育的推广、尊严劳动的理念上面，能够让这个社会更往前走。全高总表示，教育是国家的根，囡仔人应该自细汉就开始认识家己的权益。虽然目前尊严劳动的概念一定慢慢加入各校学生的课程，不过全教会认为也无够，应该更较全面性。记者伫阿选社桂林台北报道。